會嚟呢個陪談嘅廚師要俾人死㗎嘛？係佢哋嘅開始。係啦，你可以揀5樣嘅。暫時上一對個窗係情有獨鍾。我都係。係啦。跟住哇，好有愛啊！幫佢帶上。呢個莫非就係佢哋平時喺屋企嗰度煮嘢食嘅畫面，同埋可能就係因為咁樣，所以有嗰把槍嘅係。呢個廚師係咪揸刀係揸槍？飛手。好。哇！還有拿着槍的廚師，還有我們的賽車手，佢哋係咪要逃跑啦？係有啦。咁我哋有請。好，我哋不如喺中間嘅位置俾我哋嘅 fans 影下相先。我們在中間嘅位置可以讓粉絲。呢一個係 Safety Goggles 㗎。哇，好靚啊！對嗎？係啊，水嗎？水嗎？係啊，水嗎？好靚啊！睇先，而家我哋夠唔夠咧？1、2、3，入門困叮當。我係呢次傻嘅。唔會，我邊度見你有水啊？咁靚嘅啫。แต่ไม่เคยเจอคนติ๊กต็อกที่สวยขนาดนี้นะคะ對啊。好，我哋而家不如喺中間嘅位置俾粉絲影一影相先。งั้นเดี๋ยวเราเริ่มจากตรงกลางก่อนนะครับในการแข่งขัน係啦，放心，側邊嘅粉絲我哋會照顧你哋嘅，係啦，陣間再嚟。好，先是中間嘅粉絲們拍一下。哇，佢背後有把槍。มีปืนซ่อนอยู่ข้างหลัง好危險啊！係，好，跟住之後我哋到右手邊嘅粉絲。 ขวามือนะครับ 哇，好像很有命一樣。哦，我，哎呀，今天的主題就是開車嘛，今天嘅主題係咪開車啊？啱啱無論係山 check 都係有呢個，好，當然仲有我哋左手邊嘅粉絲，還有左手邊嘅粉絲。哦，你哋 ready 未啊 ？ready 啦，見到，喂，幫佢整翻靚啲先。其實點整都靚。ยังไงก็สวยเลย 而家大執咗少少係可愛風。哇！係咪呢個畫風非常可愛咧？係啦，我。